Hello，大家好，我係彼得幣家伙。今日咧想同大家探討一個潛伏喺現代社會入邊，但係影響極其深遠，甚至幾乎每個人都無法逃避嘅一個現象，就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咁呢種心理現象咧，就係形容一啲受害者長期被控制甚至綁架之後，唔單止唔反抗，久而久之之下咧，仲會對加害者咧產生感情嘅依附，甚至幫佢哋辯護。喺呢個位，你可能會諗，我都冇俾人綁架，關我鬼事咩咁樣？但係當你諗下，到底我哋而家係點樣對待我哋呢個法定貨幣嘅系統，你就會發覺，我哋整個社會其實就係一場集體版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首先咧，法定貨幣 Fiat Currency 就係由政府發行，用法律強制大家去使用嘅貨幣。咁咩叫強制咧？大家可以諗翻日本佔領香港嘅3年零8個月，當時嘅日本軍票就係唯一嘅合法貨幣。佢係用槍指住你，你係冇得揀。而喺今時今日咧，你唔用法定貨幣去交稅咧，其實你係會坐監。所以同用槍指住你係冇咩大分別。其實由1913年開始咧，美聯儲即係中央銀行成立開始咧，呢個世界已經靜悄悄咁進入咗一個超過1個世紀嘅法定貨幣綁架案。呢一個法定貨幣嘅制度，本質上就係一份你冇得唔簽嘅社會契約嚟嘅。呢個制度講白啲，就係一種文明包裝下嘅綁架行為。貨幣嘅本質就應該係有金錢去作為 backup 嘅，唔似得黃金、白銀呢啲係真正嘅金錢，呢啲係發自於人民嘅共識。但係而家嘅法定貨幣咧，存在嘅唯一基礎咧，就係政府話呢啲係錢就係錢。中央銀行可以無需要金錢作為 backup，就可以無限咁樣印銀紙。其實咁樣做就係將原本嘅邏輯本末倒置咗，其實就係一種違約嘅行為，其實就係將偽鈔合法化，將偷竊合法化，導致通脹、財富被稀釋、貧富懸殊擴大，引發種種嘅社會問題。咁大件事，咁大個騙局，點解冇人講嘅？就係因為我哋有一種被馴化咗嘅信任。一種斯德哥爾摩式嘅共識，就好似一群被綁架者會幫綁匪揾藉口一樣。我哋會對法定貨幣都充滿住盲目嘅信心。好多時我哋會聽到身邊嘅人講，有少少嘅通脹咧係有助經濟㗎，政府會保障貨幣嘅穩定㗎，錢係應該放喺銀行㗎，呢啲嘢。其實呢啲講法咧，由細到大灌輸俾我哋，屋企會講，新聞會講，經濟學嘅老師會教，久而久之咧，我哋就當咗呢啲嘢係常識。咁係因為我哋係一班由工業革命進化而成嘅教育制度洗禮之下被馴化嘅一班良民。我哋唔單止接受通脹，我哋唔敢質疑權貴，仲會條件反射下攻擊一啲質疑制度嘅人。呢一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唔單止係一個人有，而且可能係2至3代人有，或者一整個社會、一整個文明都患上咗嘅毛病。今日嘅結論就係咧，法定貨幣唔係為咗保障你，而係為咗控制你。我哋第一樣要做嘅嘢就係醒覺，唔係叫你而家燒咗沓銀紙佢，而係要開始問下自己。點解我要接受一個持續貶值嘅貨幣？點解我唔可以選擇一個唔會被小撮人控制嘅金錢系統？點解我要為一個唔公平、唔道義嘅制度去賣命呢？咁當你問完呢一啲問題，而且又嘗試去揾答案嘅時候咧，咁你已經正式開始踏出咗離開被貨幣綁架超過100年嘅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嘅第一步啦。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